吉人市长谢国良，互人发起罢免了后，即马新竹市长辜鸿安也有民众伫网络顶头发起罢免联署，目前是启动第一阶段联署行动。针对这部分呢，新竹市政府表示尊重民众意见。新竹市长辜鸿安透早来到议会接受质询，目前有市政工课，搁拍官司，已经真无用。即马阁有人对伊发起罢免。最近有人在网络顶发起第一阶段罢免辜鸿安联署行动，新竹市民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。他上任2年了哈，以我市民的心态啊，看我啊，他对市政根本就没有在关心市政，也没做什么建设了。其实我是反对罢免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不错，就像在最近推的 T-Pass 里面，T-Pass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。罢免发起人在网络表示，辜鸿安涉嫌诈领助理费案件，7月24准备宣判，若是一审有罪，辜鸿安虽然面对天职，同款会当指定别人做代理市长继续施政，所以才会决定发起罢免。对此，辜鸿安并无回应，由市府对我表示尊重。每位公民都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，不论支持或反对的声音，都是市府团队施政的重要参考依据。针对罢免，新竹议会各党团虽然讲看法不同，不过拢认为民众依法行使家己的权利，大家应该尊重。我想市民对于我们高市长的这个施政是有感的，并非我们网络上所看到、我们新闻上所了解到的一些不实的民调。在新竹市民心中，的争议的形象，还有这个施政推动不利的这个形象哦，都足以显现他已经不适任当一个新竹市长。那我想我们都尊重公民自主发起的这个理性程序内的这个联署。依照罢免规定，第一阶段需要有选举人数1/1参与联署。以顶过选举人数35,758人来讲，至少需要有3,576个人完成联署，提案予选委会审议通过后，才进入第2阶段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